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俗语咧讲，因缘天注定，毋是每人骹高行。最近台南市市政府和龙里门圣母庙合作举办联谊活动，希望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斗相共牵好姻缘。人讲迄号旗出迄号果，迄号翁出迄号某。翁某定定是个性相像，才会当同甘共苦。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，最近伫台湾的南部有一场活动，是希望市民会使帮大家找到幸福。这活动伫个台南这个所在来举办，这个庙是就伫个台南正统罗里门的圣母庙，伊伫咧5月21号的时阵举办一场联谊的活动，会邀请60位的男性甲60位女性做伙来参加，希望因会使互相来熟悉。结果咧，这个活动一开始，马上就有超过60位的男性来报名。嘛有超过2倍女性想要来参加，最后有27对的人，未来是有机会变做真正的翁仔某。伫台湾有足侪间足有名的月老的庙寺，亲像拄则讲到的台南正统罗里门的圣母庙，搁有伫台中一间叫做乐成宫，伫台北嘛有一间叫做艋舺的龙山寺，伫云林北港搁有一间朝天宫，有足侪人。去遐，毋但是拜妈祖，嘛有人咧去拜月老。为即届的活动看到，阮会使知影，台湾人若是咧想要去求爱情，想要有新的姻缘，就是希望月老会使来斗相共。月老搁叫做月下老人，嘛叫做月老星君。传说一年当中会有一天，若是去拜月老会特别灵验。即天就是伫旧历的8月15号中秋节，因为即天就是月老的生日，甲其他的新民共款，月老嘛介意食甜甜，准备糖仔还是巧克力，希望互月老食甜甜，伊的心情较好，伊就会使甲好的姻缘牵互你。咱嘛会使准备圆仔，意思就是希望这个缘分会使来咱的身躯边。准备花，就是希望这一段感情会使较紧的开花结果。灵音歌嘛会使，希望咧这个感情会使圆满顺利。咧爱会记的，咱若是去拜月老的庙寺的时阵咧，莫看头看面，所以你的帽仔甲乌林目镜拢莫戴，就是为了爱互月老看好清你到底是啥物模样，才会使甲好的红线牵互你。再来是雨伞嘛莫拍互开，因为雨伞的伞甲拆伞的伞因足神的，就惊讲一段姻缘会因为安尼散去。再来是拄则讲过的奖品，这奖品的数量尽量是两个，就是希望讲安尼是相对。所以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，甲感情、甲爱情有关系的俗语，是第一句叫做“翁仔某若甘心，五头嘛会变黄金”。意思是翁仔某两个人若是做伙来打拼，来甘心经营一段感情，就会有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再来是即句“日时播布袋戏，暗时唱歌仔戏”，意思是这翁仔某两个人日时的时阵，敢若咧播布袋戏共款，一直搭喙角；毋过暗时的时阵，两个人的感情佫变得真好。所以咧，即句话甲床头拍、床尾和的意思是共款的。再来最后一句是“困破三领笑，心肝抓袂着”，意思是这翁仔某两个人斗阵的时间非常的长，等到已经困破三领笑啊，毋过犹原毋知影对方到底在想啥，所以意思是虽然谈恋爱一开始足紧的、足简单的，毋过若是想要伫这段感情久长，上重要的也是沟通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今仔日个时间，高兴哦，以上主播。